SBIT 翻嚟，香港品牌對於觀眾嚟講仲接唔接受？我哋個口號係客人去邊度，我哋去邊度。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哋嘅設計咧，主要都係以韓式嘅 cutting， 加上法式嘅面料同細緻，同過往嘅 SBIT 咧個分歧都比較大嘅。我哋每件衫有一個我哋公司自己創嘅，叫做 FAB 吊牌。嗰件衫識得自己去説話，有一句鼓勵而家年輕人嘅 slogan， 但係睇到之後有個回心微笑喺度咯。其實今次 SBIT 嘅 concept 係想將間鋪變成一個生活體驗店，室內設計、時裝設計、空間設計同埋 F&B 嘅融合咯，將 surreal 同埋 art deco 擺埋一齊咯。咁我哋已經劃咗25% 嘅空間係可以坐嘅。咁坐之餘，我哋都希望佢坐得舒服。我哋有我哋嘅咖啡。第二個就係我哋嘅音樂，可以喺度輕輕地摁住，亦都可以傾偈嘅音樂咯。其實我哋自己計劃咧，每一年大約做3到4個同香港著名嘅藝術家佢嘅聯名嘅。咁因為我哋都係秉承一樣嘢啦，我哋做啱嘅事咯，等大家認同到香港藝術家或者設計師嗰種感覺出嚟咯。